指導呢個盲人啦。喂，阿超咪盲咗喎，請你幫助佢啦，好好。下面隔離。好，文海，請你幫助佢啦。係好辛苦㗎，你諗下，你一個人係完成唔到，一定要互相幫助。阿李子豪，你哋隻手係廢咗㗎喎，點可以一直要拖住，唔可以跑筆㗎？盲咗你盲咗。